查回头，有为什么咱爱用台语来讲？航海家金手皮，有人知影这块手皮什么意思无？好来，这张皮，这头啊迄张吼，哈是放伫这个航海家的这个金手是1977年8月20号，为迄卡拉位就发射出去内底，哈，15天，哈，我这是无写，15天以后是，伊这个是迄个航海家第2号先拍出去，15天以后是航海家1号，啊，吼，啊，伊就是要，伊内底有收录地球吼各种文化甲生命的声音甲图样啦，吼，啊，航海家1号是后壁去伊天较少站为木车、土车，啊，就飞去迄个咱地球的太阳系的边啊，要去外太空。啊，迄2号是慢车，逐站停的无？伊嘛我去海防区、天王区去啊，哦，收集一寡资料。1号敢若10多年前就飞到这个咱太阳系迄个范围边啊。啊，这个2号是超7年前就已经到边啊，啊，即摆飞到大毋知啊。啊，听讲吼，迄电波倒来，通常无爱18点钟啦。啊，18点钟即摆倒来吼，听讲迄毋知位啊尾啊，迄 NASA 人讲，迄可能去后迄 ET 盖过哦。吼，其实这吼。这先讲这张手皮，就是讲16个3分之吼，咱古早乌手皮就78转、45转、33转，而且比33佫减一半。啊，内底有足侪苏美人吼、苏美人啦，4、5千字，啊嘛内底嘛有中国吼、五音嘛有这啥一寡小少问的话，英语、日语、法语、德语、俄罗斯。Espanol、广东话啥拢有啦，吼，啊内底啦，啊这个我会记得差不多7、8年前，伫个检查要遐一啦，什么科学馆了，伊有展览出来，啊，为着要听这句话，台语到底是讲打一句话吼，嚯，听偌久咧，请教有人知影这2句台语啊，小少问伊啥？伊这就是要准备去外太空哦，啊去互迄 ET 过去无？啊要去互 ET 过去的是啊，互 ET 迄 alien ET 无？迄个 extraterrestrial 英语个就 ET 啊，系啊，外星人啦，嘿，啊问题是讲吼，听请教。咱的河洛话、小少问的话，简单的2句，你拢讲要讲的，有人会晓无？咱举手位，来你举手，唔对，啊，佫一句，不对。有闲。来，有闲再来阮兜坐。好了，这个送你了。来，请你出来，因为我讲到这个台语的，伊就有啊，伊叫做咱这个外啊，迄个 ET 的这朋友，啊，你大家食饱未？啊，有闲再来阮兜坐啦，安尼啦，吼，这2句哦，吼，这两只航海家1号、2号，即摆已经伊可能拢伫外太空去啊啦，吼，啊，问题是讲说，若去互遐 ET 过去，啊，若200年后、300年后，佫倒来地球，人迄太空船伫迄松山机场降落无？迄飞。迄太空船开，人伊咧，各位啊，咱台湾的
的朋友，恁大家食饱未死啊？话咱袂晓讲啊！恁是足见笑的代志，对吧？是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好。